各位同事，我就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點樣先至係我哋開會嘅規則，點樣打造高效嘅工作會議。我知道大家已經之前又好，或者將來都會有嘅，都會有好多大小唔同嘅會議。咁會議咧一定要做到高效嘅會議先至可以做得好。大家知唔知我哋 total 所有人加起上嚟嘅人工幾多呢？我哋大概咧每一小時我哋燒緊4000蚊嘅成本，我哋人工成本，我哋大概22個人，我哋每一小時大概嘅人工嘅成本係4000蚊。所以咧我哋開會一定要高效，唔高效嘅話，你開1個鐘頭無效嘅會議咧，我哋就燒咗4000蚊嘅。咁呢個大家要明白。咁咧開會咧喺我哋公司嘅同事咧，每一次開會咧一定要提前喺企業微信預約做個 booking， 做完 booking 咧要參加會議嘅人或者被邀請去參加會議嘅人咧，一定要喺企業微信嗰度撳一撳接受邀請，咁人哋發起會議嘅人先知道你已經被通知咗去開會，唔使囉囉攣話有冇通知到你啊？你會唔會出現啊？咁當你撳咗接受參加會議咧，你就一定要參加呢個係重要嘅。如果叫你邀請你去係參加咧，一定有原因嘅。如果你係撳咗接受，你又唔嚟參加咧，咁就失咗個開會嘅意義嘅。如果我哋係邀請，譬如話交互團隊啲人啦，大概有8個人需要你哋嚟參加會議啦，咁但係其中有2個人唔嚟參加咧，會產生咩問題咧？即係話我哋講咗喺交互同事會議啦，譬如話 Raymond 要召開會議啦，咁佢要講俾大家聽，咁其中有2個人唔嚟咧，咁慘啦！佢係咪要再開多次會議，就特登將開咗會講咗嘅嘢咧，又話咗俾呢2個人聽咧？咁你又嘥咗個時間，咁你又嘥咗 Raymond 另外一個開會嘅時間，咁又係浪費時間嘅，好唔好啊？咁大家一定要喺開會之前要做預約，做 booking。被邀請參加嘅人一定要撳接受嚟參加。另外咧開會大家要提前5分鐘入會場或者係會議室去做準備，尤其是發起會議嘅人，要講嘢嘅人一定要做好準備有好多銷售嘅同事就要去見客戶啦，客戶好難得俾咗你半個鐘頭或者1個鐘頭時間聽你講你公司嘅業務，好難得俾你時間，你如果唔講得好咧，你就好敗嘅咁所以咧去同客戶開會或者去做啲 presentation 之前，一定要做好充足嘅準備。充足嘅準備包括啲乜嘢嘢？譬如話你要準備好 PPT 啦，你要準備好點樣將你 PPT 喺你個電腦擺喺邊個位置，好快可以拎出嚟，可以同啲客戶講說。另外咧，你要諗下你要用投影儀啦，投影儀準備好咗未？投影儀有冇已經做過演示嘅彩排另外你所有要講嘅嘢咧，就等喺一個電腦入邊嘅一個地方俾你好容易可以拎到出嚟嘅。因為你做 presentation 嗰陣時一定會緊張嘅。如果你面對下低係30個人啦，或者係5個人又好啦，或者係10個人又好啦，咁你面對咁多人喺度咧，你要慢慢去揾你自己資料去 show 到俾人睇咧，人哋唔耐煩嘅，咁你嘥咗時間嘅，一定要高效，一定要做好準備。開始會議同埋結束會議咧，一定要嚴格守時。點解咧？因為你預咗咁多時間去做個會議嘅，咁你要諗下咁多人一齊聽你講嘢，嚟同你一齊開會。如果你係嘥咗呢啲咁嘅時間，或者係無限咁拖延嘅時間咧，好多同事要做第二啲嘢咧，就已經冇咗其他時間嘅。咁人哋嚟參加你個會議咧，可能係預咗你係參加半個鐘頭啦，或者預咗參加1個鐘頭啦。咁佢有下一個會議或者下一個工作要做嘅，咁就你拖延咗時間就唔得嘅，所以一定要嚴格守時。開會前咧，發起會議嘅人一定要將
今次會議要講嘅題目咧，要講俾大家聽啦。咁如果得嘅話咧，方便嘅話就要將會議嘅議程移組或發俾啲其他同事參加嘅人去知道，等大家有個準備，就唔好嚟到開會嘅時候先慢慢去準備，慢慢去諗呢啲問題嘅。嗱，好重要嘅一樣嘢，大家好多香港人都係一個壞習慣嚟嘅。開會時唔準睇手機，唔準睇手機，最好手機熄咗佢，或者最少都要靜音，唔準開會嘅時候聽到人哋打電話嚟響鈴。OK， 唔準聽電話，唔可以喺會議入邊聽電話，因為你係阻住大家其他同事嘅開會。OK， 另外開會嘅時候咧，唔可以隨便進出，唔可以隨便進出。嗱，呢一個係壞習慣嚟嘅，大家一定要避免。我再講多次，開會嘅時候唔準睇手機，開會嘅時候唔準聽電話，開會嘅時候咧電話一定要靜音，最好就熄咗個電話。嘅開會時候咧，唔好隨便出入。開會嘅時候咧，最好咧又要做下筆記啊，因為開會嘅時候傾嘅好多嘢咧，你可能係開會開1個鐘頭，第1分鐘或者第10分鐘所講嘅嘢，去到第60分鐘嘅結果咧，你可能係唔記得1個鐘頭前講過啲嘢嘅，所以一定要有紙筆，帶埋紙筆，一定要做筆記，好唔好啊？講嘢或者開會嘅時候，盡量唔好插嘴，盡量唔好插嘴。即使你有意見，你都唔好插嘴去講嘢。你如果有問題，你記低落嚟，喺 Q&A 問答嘅環節嘅時候先提出你嘅問題。咁另外咧，講嘢嘅人咧唔好離題啊！離題嘅意思即係話你今次要講嘅嘢係一個主題啦，咁你唔好將你風花雪月講第二啲嘢。同第二啲主題、第二啲問題攞出嚟討論，唔好嘥大家嘅時間，好嗎？講嘢一定要精煉，精煉嘅意思係精簡、簡單 to the point。OK， 唔好囉嗦，唔需要嘥時間講太多detail 或者太多嘅細節嘅嘢，盡量精簡，盡量精簡。咁呢樣嘢又好小心嘅，大家好多時如果人多嘅時候咧，你就不經意就有一啲人就會開小會。小會嘅意思即係小聲細聲去議論啲嘢嘅，千祈唔好啊！你有問題有嘢要講咧，寫低落嚟先。到你講嗰陣時，就喺其他互動嘅環節嘅時候，大家踴躍去發言，提出你自己嘅意見，或者開會咧，每一次都會有一個討論嘅時間，或者係一個互動嘅時間。咁嗰陣時，大家先提出你嘅意見。講嘢嘅人嘅聽，大家要聽講嘢嘅人去講嘢，就千祈唔好插嘴，千祈唔好講你自己嘅問題出嚟。等互動嘅環節或者係問答嘅環節嘅時候，你先至提出你自己嘅問題。咁有啲嘢咧就會有啲衝突嘅，咁呢個係人多嘅時候一定會有嘅。我哋係對事不對人嚇。你可以有唔同嘅意見，但係一旦大家確定咗落嚟咧，我哋必須共同嚴格去執行嚇，唔好再提出新嘅反對意見嚇。有乜嘢唔啱或者反對嘅意見，可以喺會議之中去做一個結論。當結論出咗嚟之後咧，大家嚴格去執行。開會之後咧，一定要有個工作嘅跟進同埋進展彙報嘅機制嚇，咁唔好開完之後議而不決啊，或者決而不行。OK， 一定要有個機制，就做開咗會之後嘅結論，我哋要有啲乜嘢進展，要做一個彙報嘅機制。好啦，咁啊再講多一次，就人在一起就叫做聚會。我哋三在一起先至叫做團隊，大家要同一個方向、同一個目標一齊奮鬥，好嗎？多謝大家。